咁喺呢個單位嘅鋁窗咧，需要全部都做維修啊，因為都好舊噶啦。咁我哋揾咗我哋經常用嘅分配商晉升鋁窗公司。呢個係主持人兼大師傅小馬哥。咁陣間佢哋會為我哋講解到底乜嘢嘅情況之下鋁窗係應該要全部換晒，乜嘢情況之下咧鋁窗其實可以慳啲嘅，就咁更換一啲鋁窗嘅配件就可以繼續用落去。小馬哥，我想問下乜嘢嘅情況之下咧，鋁窗可以做維修咁啊平啲啦？咁咩情況之下咧係唔適合做維修，係真係成隻要更換嘅咧？哦，好啊，咁我哋初步檢查咧就係話嗰啲窗嘅膠咧就係氧化咗啦，以前係啲拉釘嘅，咁我哋需要咧成支膠或者嗰啲釘咧係換埋不鏽鋼啊，咁啊一氣咧換埋啲手掣上下一套嘅。咁呢啲膠邊咧，屋宇署就冇規定你要換嘅，但係如果佢硬化咗之後咧，你都係需要換埋佢內外膠邊，呢個叫內膠邊啦。出邊呢一浸咧叫外膠邊，喺我手指公下低嗰個位啦，睇而家比較難睇啲，咁就可以防止呢個入風啊同埋滲水。咁如果你話個窗咧超過20年左右咧，如果你見到個四邊嘅框個流水邊上下左右，外面啊或者裏邊見到佢有爆裂啊，甚至乎嗰啲鐵枝咧個谷起咗啊，就壓到啲鋁咧框啊會攣，咁變咗咧就係救唔翻嘅啦，咁變咗就成幅窗換咗佢咧就較為穩妥啦。咁如果係只係要應付屋宇署嘅鋁窗嗰個驗窗計劃咧，最少係主要係要換啲咩嘅咧？哦，咁啊3樣嘢嘅啫。第一都係嗰個窗膠啦，咁佢開關嘅時間咧，如果未換嘅時間佢有撬住啊，有啲金屬摩擦聲。第二最主要就係呢啲拉聲位啦，佢拉釘咧白色嘅氧化咗噶啦，咁我哋必須同時更換，就更換做一個不鏽鋼嘅。而家通常不鏽鋼咧都係用嗰啲拉釘佢多，因為螺絲咧佢食唔穩噶啦，因為啲瓦闊咗啊。咁咧每一隻窗膠咧係最少有3口呢個不鏽鋼嘅釘係穩固佢，包括上面都係。咁咧就窗下低推出去嗰隻咧都係同時需要有3口釘。咁屋宇署就基本上嗰個要求就係咁多標準啦。咁其他至於你話膠邊啊或者美化窗啦嗰啲就唔關事。即係嗰啲係主要啲膠邊老化咗就冇咁隔聲啦，或者有機會有少少滲水。但係屋宇署並唔係太在意呢一樣嘢。係啦，屋宇署就唔要求嗰樣嘢嘅。好，唔該晒，小馬哥。裝修穩陣啲，住得安心啲。所有工程3年保養。ISO 國際質量認證公司。